进前，台中有一位姓吴的老师，因为会虐待学生囡仔，去互家长投诉，伊落尾转去北京的幼稚园教册，想袂到去到别个所在，同款的情形也是来发生。这个老师竟然利用这个案件调查期间，讲家己破病要来申请退休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已经退回申请，爱等学校教评会的调查结果出来，再来看讲这位老师是不是爱改读评价。 我们是在去年受到胡老师的伤害，接受学校的调查，然后至今1年，他也没有跟我们告知调查的结果。 台中黎明国小的家长提囡仔旧年伫咧学校去互老师不当管教的相片，指控台中市政府过了1年无主动协助调查，尾手这位姓吴的老师经过学校的行政处分，记申改结案，转去侨仁国小的幼稚园继续教，结果同款传出考倒囡仔的代志。家长表示讲，这20多年来，这位老师已经换过6间学校，煞继续教，批评根本是体制暗号。 家长无法接受案件调查中草率的批准退休，让其全身而退。请针对胡在职任教期间造成多名孩童心生畏惧、情绪不稳、抗拒上学，给予最严厉、公正的调查及惩处。家长不满老师在咧调查期间，竟然讲破病申请要退休，在咧这个月15生效。不过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已经退回申请，认定老师干涉教师法有考倒囡仔的记录，可能要改评。他是涉及违反14、15条的话，学校的那个教评会就要判定他停聘多久。那既然有停聘，暂时就不能退休了。那如果这纯粹属于教学不力或是教学不当，如果像黎明国小一样，最后是行政处分的话，那就算结案。那结案他可以提退。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即阵就等侨仁国小教评会的调查结果出来，真若考倒是事实，就要停聘。受害家长在咧记者会后，伫人本基金会陪同下去监察院陈情，请委员介入调查。记者阿敏真正派文台北报道。